前 TVB 小花譚嘉儀捐入2024年個人演唱會嘅拖糧風波事件，而家已經變成一場羅生門，雙方各執一詞。最初譚嘉儀都有出聲話被負責人 Jelly 拖欠酬勞，未收到高達6位數嘅演出費。不過最近事件有咗戲劇性轉折，負責人 Jelly 發表聲明否認自己係主辦，澄清最初係應譚嘉儀嘅要求幫佢執行呢場佢自己主導嘅演唱會，資金係由譚嘉儀自己注入，反駁譚嘉儀自稱苦主嘅講法，表示自己墊咗部分款項，佢先係要同譚嘉儀追討。面對 Jelly 嘅公開反擊，譚嘉儀11號出聲明，指對方嘅言論可能已經構成誹謗，事件已交俾律師團隊處理。事件嘅核心已經由單純嘅欠薪，變成關於邊個先係演唱會真正話事人嘅爭議。業界人士指出，演唱會酬勞通常係演出前後結清。今次事件嘅複雜性，令外界關注呢場羅生門最終會點樣收場。放屁